好，来继续来看这个彰化县，是全国唯一一个人口数超过100万人，但是数无百货公司的大县。彰化人若想要踅百货公司，拢爱驶半点钟的车到台中去踅。现在有好消息咯，彰化县政府甲彰化市公所合作的第二停车场 BOT 的开发案，第一阶段确定由台中老牌的百货公司摕到资格，19号要来进行第二阶段审查。若是无意外，2024年彰化县就有第一间的百货公司。十层楼的建筑充满科技感，建地有2000几平，边仔有规个绿地甲人行道。这栋除了有停车场以外，未来将是彰化县第一间百货公司。而且我们新增加了健身房、电影院这样子的使用的项目，可以让将来呢，结合这个停车场所盖出来的这个大型的商场，它可以变成是一个复合型的百货商场。彰化县是全国唯一有超过100万人口，也阁无百货公司的县市，县政府就甲市公所合作，伫旭光西路第二停车场进行 BOT 商场的开发案。第一阶段确定由台中在地老牌百货公司地标地点伫彰化市的市区，边有病院、大埔商圈，阁有公家机关，是黄金地段。有来当然是足好的啊，带动地区安尼是真好的理想啊。大部分应该还是台中，因为毕竟那边都市化比较够，6都的话，他们东西还是比较够啊。因为彰化人想要踅百货公司，就要驶差不多半点钟的车去隔壁的台中踅街，无算远，交通嘛方便。啊，即马彰化要家己去百货公司，安尼敢有经济效应？我觉得一个百货公司很重要的就是它的交通啦。传统彰化市政府的交通结构，事实上可能比较狭小，对外的交通连线，特别是1号啊跟74号的交通连线，把它串接起来。那不然的话，它首先可能会面临的就是交通打结的问题啦。那你还要去想想，它未来要吸引什么样的客源？专家讲，彰化在地消费力嘛真强，不过交通的配套一定要事先的规划，尤其是要配合大众运输系统，叫做送来搁较侪钱财。这个就上岸投资的金额是9亿5000万，会使起10层楼以上的建筑物，特许的年限是50年。迄若无意外，估计2024年，彰化县都会有头一间的百货公司。